这相当于灵魂呢。然后你们放这个在一个篮子，我就是那个举个例子，你们说了这个是真正的上帝，在里面有几个神呢？有3个，你们要敬拜，有敬拜那个圣灵呢，但是顶上的殿就是那个创造物，24位长老，4个活物，就是他们呢都没有敬拜圣灵呢，或者那个神的几个灵呢，但是他们都有敬拜上帝，就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你们稍微的就来自魔鬼呀，那你们还敢说现在不就说这个上位的，那这些魔鬼会说骗人呢，会骗，都是骗的。你认真考虑一下，你们哪里多？你们哪里跟说祈祷？先跟随亚迪亚，先跟随我，先跟着我去耶和华那里，我带你们到那里去，我保障100%，我保障100%，我会带你天上的天那里，在这里你通过那个难过困难，先跟随耶和华，然后你安静了，平安了，没有那个心灵乱，什么都没有，你不管这个，因为你有去天上的天，你先不管这里的那个生活。那我们看一下另一个那个解释，那个已经做完了。我们看一下另一个那个上帝的话，那个图片，我们把一下拿掉这个图片，因为我们把出来那个儿子，因为我们也不要那个圣灵呢，或者神的精灵呢，他也是圣灵呢。我下一次会给你们那个解释，下一次天上的殿那里有什么那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要刷，现在该要刷的有这个，稍等一下，这个是要刷寄来在那个大父亲那个面前，这个是要刷真理。那我们先擦干净这个，在上面不行，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来带那个天上的殿的那个情况那里，你们那个上网那里听小燕子看电视都是直播的节目，这个是父亚法就在那个宝座上。这个是他的那个宝座，那这个是他，他拿着那个一本书，按照那个启示录第5章，那个一本书是蓝色的，他拿着那个一本书在手上，这个是一本书法语的话就是 livre，英语的话就是 book，从开始这一本书就在亚法的那个手上，在这里我来证明一下，他们不一样，那个儿子和那个父亲呢不相同的，因为没有人会拿过来那个一本书，但是天上的天的那个命那里说了有人拿那个，现在那本书到了在那个儿子那个手上那里，他那个父亲呢远一点，那个书就到那个儿子那个手上那里呢，那个父亲的那个手上没有书了，因为那本书已经在那个儿子那个手上那里，
我们把这个拿掉。哪一本书就在那个儿子手上。从开始在那个大父亲那里，我总是那个画下那个第一个图片第一个图片就在那个父亲的那个手上，这个是第一个那个图片，我们画好一下。这个是父亲坐在宝座上拿着一本书，这个是第一个图片，他拿着书。就是这个在下面，然后那本书不在他那个手上，就到另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图片，这个是第一个方案，那这个是第二个那个方案，那个到第二个方案去了，有提问那个问题，那个儿子那个拿着过那本书就在那个父亲的那个手上没有了，没有书了。稍等一下，在他手上没有书了。这个是第二个那个图片，那个第二个那个图片，他那个在那个父亲那个手上没有书了，因为那个儿子拿过去了，那个主在宝座上和他不一样啊，他还在啊，但是他儿子拿过来那本书拿在这里，等下没有一个神呢，有两个，他们俩有差别的，父亲和那个大的儿子拿我们那个敬拜的那个上帝，因为有敬拜他也只有两个，父亲和那个儿子，因为那本书在那个父亲手上就没有了，那个儿子又拿了那个，我们看一下，上帝不给敬拜他，要敬拜那个上父有没有敬拜那个要说有没有敬拜要说，因为这个这种那个图片特别好，有没有敬拜要说？我们来问一下那个上文者，这个儿子也是那个神吗？也是上帝吗？我跟你说，他是上帝。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5章。我们放这个在这里，不然我们有困难度。启示录第5章，你们在家里那里都先看好一下吧，好吗？启示录，我看见做宝座的有手中有书卷，另外都写着字，用其音封扬了。我又看见了一位大力的那个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被展开呢？书卷揭开呢？经页呢？第3节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没有啊。第4节，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过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那一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其那，他就把那个书拿过来。第6节，我又看见了宝珠与死火无兵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国的，有七角七样了，就是神的麒麟了，风在前往不天下去的。那这个就是要说有站立在大父亲那个前面，他拿着那个蓝树的，这个是儿子，
这个是儿子，这个是父亲呢，坐在那个宝座上，这个是父亲呢，就这样。我们继续念。这羔羊抢来从坐宝座的，有手里拿了书卷，大祭拿了书卷，是火屋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真金和上满了香的进入。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都匍匐在那个羔羊面前，各拿真金和上满了香的进入。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那个摆个照下，然后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画，我怕你们看不见在画就是这样子。那个画就是这样子，24位长老，我说等一下那个在哪了？就这样，这个就有匍匐在羔羊面前，这个有匍匐在羔羊面前。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就祈祷的意思。那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呢？他们都有敬拜要说，就是那个24位长老，他是不是上帝？对，很清楚的，他是上帝。这个经那个清楚了。那要说是上帝，你们可以跟随这个教导。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按照那个真理，那上帝的数量就是2个，按照那个图片，这个是第一个神的第一个上帝。这个蓝色的，这个是上帝父亲呢，第二个呢，那在这里有两个上帝敬拜，2个上帝，父亚法和那个儿子那个亚胡书各是刚过那个三文字，按照那个三文字，儿子也是那个上帝，他和他的那个父亲有离开了，那有几个上帝有2个，我们再重新画一遍。我们重新再画一遍，这个是父亲呢，这个是他的父亲呢，拿着那个书没有打那个手上，这个是父亲呢，他就是神呢，这个是上帝的意思。但是这个呢，他的儿子真理有起来，因为他们俩差不多一样。这个是儿子，那儿子手上有一本书，这个是一本书在他手上，他也是上帝，他也是神呢，他也是神按照那个刚才那个律法。上帝，这个是上帝，这个也是上帝。那有这个上帝，有几个上帝？上帝的那个数量，上帝的数量就是2个。第一个是父亲呢，第二个是儿子。这个是儿子我用那个蓝色的，这个是儿子。那个按照那个上文字的那个真理，就有2个上帝，有差别的父亲和那个儿子。那我们结论的时候，这个三位一体是假的，那个是错的。我们看过了那个天上的殿的那个图片，不是地上的，但是到那个这个启示录就是那个经到了那个天上的殿那里，那天上的殿的那个情况有几个？上帝有2个，就第一个是父亲
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着那个哪一本书啊，然后那个儿子就是那个至高的那个儿子，那我们有这个上帝按照这个图标有两个那个上帝，不相同的那正常的那个教导啊，我们看过了天上的天那里就有两个上帝那个三位一体是假的，这里面有三个，那个是规模的那个教导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那个父亲大比那个儿子，然后他们俩要分开了。那这个是真正的上帝，不是那个十条诫的那里。如果说有人遵守那个十条诫，他们必须说一个上帝，他们坐在那个十条诫里面，那个是规模的那个教学，他们没办法，就他们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变成三位一体。这个是十条的那个世界的那个基础太坏了，你们那个说的不行啊。如果说你教训的不照着这个教训呢，就没有上帝呢；照着这个教训呢，就有神呢。那个不是耶和华的那个教导，但是耶和华的这里多不再犯罪呀，那个罪被除掉了，拿掉了，先照耶和华，先跟随那个亚弟啊，我的名字是耶和华，他们把我摘来，我是使者，我欢迎你来到那个天上的殿，我们都一块祈祷啊，为了下一次的那个教导。非常感谢你父耶和华为了你的话和你的教导，这个真的非常好，非常宝贵的教导，请答复我的那个祈祷，请祝福这些那个话和你的教导。你先自己把介绍一下你的荣耀，你保守这个这些话就是从你那里下来的，为了带来那个恩典，为了他们那个他们听到的人那里，为了他们那个会信仰亚弟亚的希望，他们都会信仰。那我求你那个你的上帝呢，为了你把他们发过去在地球上，你叫那些人那个被选择的，为了会去那个耶和华那里，为了保住他的那个血，先把他们心里开个，奉耶和华他们叫我祈祷了，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为了下一次的教导，就是那个第12个的耶和华保佑你们多。